呢個世界最神奇嘅地方就係有啲人表面上睇落過得不知幾風光，每日去中環飲杯幾十蚊嘅手沖咖啡，着住名牌西裝，攞住最新型號嘅手機，放假仲要飛去日本返鄉下，但係一翻開佢個銀行戶口，竟然連幾千蚊急用錢都拿唔出來。呢種情況喺香港呢個國際大都會裏面根本就唔係咩新鮮事，甚至已經成為咗好多所謂假中產嘅真實寫照。大家都聽過一句話叫做表面風光，戶口清光。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香港呢班假中產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跌入呢3個精緻窮嘅陷阱裏面。你又中咗幾多個呢？第一大陷阱就係社交性消費與身份認同嘅無底深潭。喺香港呢個高度競爭同埋物質至上嘅社會裏面，好多人一上到某個職位或者人工過咗2-3萬蚊，就覺得自己已經踏入咗中產嘅門檻。佢哋開始覺得自己嘅生活質量一定要符合自己嘅身份，於是乎每日返工一定要飲幾十蚊一杯嘅精品咖啡，覺得飲普通茶餐廳嘅奶茶就顯得冇品味。午餐一定要去中環、金鐘或者銅鑼灣啲高級餐廳，食個100幾200蚊嘅 lunch， 仲要影張相 post 上社交平台打卡。到了週末一定要去高檔超市買外國進口嘅有機蔬菜、冷切肉、紅酒，覺得呢啲先係生活。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啲看似精緻嘅生活習慣，其實喺不知不覺間將你嘅積蓄一點一滴咁吞噬。打個比方，每日一杯50蚊嘅咖啡，一個月就係1500蚊，每日餐午飯比普通人貴100蚊，一個月又係2000幾蚊，加上週末去下 high tea， 食下 staycation 呢啲所謂嘅輕奢消費，一個月加加埋埋分分鐘要幾千甚至過萬蚊。最要命嘅係呢啲消費完全冇任何資產累積嘅價值，佢哋只係一種一次性嘅體驗，過咗就冇咗，留落嚟嘅只有社交平台上嗰啲獲得幾十個 like 嘅相片，同埋一張張下個月要還嘅信用卡賬單。呢種精緻窮嘅核心，其實係一種心理學上嘅身份焦慮。好多喺香港打工嘅朋友，每日喺甲級寫字樓裏面做嘢，身邊嘅同事、客戶全部都係穿着打扮非常體面嘅人。喺呢種環境之下，人好容易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都係呢個精英階層嘅一部分，為了融入呢個圈子，為了唔想被身邊嘅人睇唔起，就算戶口入面冇錢，都硬住頭皮要維繫呢個中產嘅形象。呢種夾硬扮大牌嘅結果，就係每日返工賺嚟嘅辛苦錢，全部轉手就送咗俾各大品牌同埋高端商家，自己最後一無所有。第二大陷阱就係資產幻覺與過度槓桿化嘅負擔。呢個陷阱可以話係香港假中產最傷最致命嘅地方。喺香港，好多人以為自己買咗樓、考到車牌、買咗部車，就代表自己已經係真正嘅中產。但係喺今時今日嘅經濟環境之下，呢啲看似係資產嘅嘢，往往係將你推入萬劫不幫深淵嘅負資產或者消費品。講到買樓，香港嘅樓價高企係全世界出咗名嘅。好多30幾歲、40幾歲嘅打工仔，辛苦積攢咗幾年，或者靠屋企人幫手湊夠咗個首期，就咬緊牙關上車。佢哋買咗個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嘅單位，以為自己擁有了資產，但係隨之而來嘅係長達30年嘅按揭供款。喺前幾年低息嘅環境下，可能每日供樓仲覺得勉強過得去，但係一旦面對加息週期或者香港經濟環境轉變，按揭利息一加，每個月嘅供款隨時增加幾千甚至上萬蚊。更恐怖嘅係，除了供樓，仲有管理費、差餉、地租，呢啲全部都係固定的現金流支出。有啲人為了等自己個屋企睇落更符合中產嘅格調，仲要花幾十萬去搞豪華裝修、買名牌家私，結果呢，每個月一發薪水，第一時間唔係儲錢，而係自動扣賬、交樓供款同埋各種雜費，剩低嘅錢連食餐好少少嘅飯都要省吃儉用。呢種情況喺金融學上叫做資產富餘、現金貧乏。表面上你擁有一套價值幾百萬嘅物業，但係你嘅生活質素卻低得可憐。只要工作上有任何風吹草動，例如公司裁員、減薪或者冇咗花紅，你嘅整個生活體系就會瞬間崩潰。除了買樓，買車亦係另一個極大嘅陷阱。喺香港呢個公共交通極度發達嘅地方，買車基本上90%以上都係一種純粹嘅消費同埋身份標籤，而唔係必需品。一部普通嘅歐洲車，每個月嘅車工、泊車費、隧道費、汽油費、保險同埋維修保養，加埋埋隨時要1萬蚊以上。1萬蚊喺香港可以做好多嘢，但係好多人為了嗰種開車返工、假期駕車去郊遊嘅中產感覺，寧願每個月將呢1萬蚊扔落海，都唔願意將佢存落銀行或者做理財投資。
呢啲看似係資產嘅嘢，其實每分每秒都在抽乾你嘅現金流，讓你永遠喺精致窮嘅死循環裏面打轉。第三大陷阱就係補償性消費與逃避現實嘅心理陷阱。呢個陷阱往往發生喺工作壓力極大嘅香港打工仔身上。香港嘅工作節奏之快，壓力之大，喺全世界都係數一數二嘅。好多喺金融、法律、IT 或者大型企業做管理層嘅朋友，每日工作10幾個鐘頭，返到屋企已經係深夜，精神同埋肉體都處於極度耗損嘅狀態。喺呢種高壓嘅環境下，人嘅大腦會自然而然咁尋求實時嘅快樂同埋獎勵。呢個就係心理學上講嘅補償性消費。好多人會覺得，我每日做咁辛苦，賺咁多錢，如果唔對自己好啲，我做嚟做咩？於是乎，每逢放長假期，一定要去歐洲、澳洲或者日本來一次高消費嘅旅遊，住5星級酒店，食米芝蓮餐廳，買名牌手袋，或者每逢心情唔好嘅時候，就去商場大爆買，用購物嘅快感嚟麻痹自己喺工作上受到嘅委屈同埋挫敗感。呢種用錢買快樂嘅模式，短期內確實可以帶來短暫嘅宣洩同麻醉，但係佢帶來嘅代價係極度沉重嘅，因為呢種消費完全係基於情緒而非理性需求。當假期結束，購物嘅興奮感退去之後，你面對嘅依然係嗰個冇變過嘅高壓工作環境，同埋一張更加龐大、讓人窒息嘅信用卡賬單。為了還呢張賬單，你唯有繼續忍氣如負咁返工，繼續忍受高壓，然後喺下一次壓力爆棚嘅時候，再次進行更大規模嘅補償性消費。呢個就係典型嘅工作、消費、再工作、再消費嘅老鼠圈陷阱。你以為自己在享受生活，其實你只係用自己嘅健康同埋自由去換取一些過眼雲煙嘅物質享受，最後戶口依然係一清二潮。講到呢度，大家不妨問下自己，上面講嘅呢3個陷阱，你自己或者你身邊嘅朋友中咗幾多個呢？香港呢個城市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佢建構咗一套非常完美嘅商業消費體系。佢用各種各樣嘅廣告、社交平台嘅網紅開箱、身邊同崗嘅壓力，不斷咁向你灌輸一種觀念。你必須要用某種品牌，住某種屋苑，食某種餐廳，去某地方旅遊，你先算係一個成功嘅人，先算係一個有品味嘅中產。但係呢套商業邏輯背後嘅真相係，佢哋根本不在乎你戶口有冇錢，佢哋只喺乎你願唔願意將你辛苦賺返嚟嘅錢交俾佢哋。好多香港嘅假中產，正正係因為太過喺乎別人嘅眼光，太過渴望得到社會嘅認同，所以自願戴上咗呢個名為精緻嘅枷鎖。佢哋每日穿着光鮮亮麗嘅衣服，喺中環、金鐘嘅寫字樓裏面出出入入，表面上風光無限，但係每當深夜一個人面對銀行戶口嘅數字時，嗰種內心嘅焦慮同埋無力感，只有佢哋自己最清楚。佢哋不敢輕易辭職，不敢病，不敢停落嚟，因為只要停落嚟1個月，整個看似美好嘅生活就會即刻斷糧。要打破呢個精致窮嘅怪圈，其實最重要嘅唔係你賺幾多錢，而係你嘅心態同埋理財哲學。真正的富足，從來唔係睇你用緊咩品牌嘅手袋，開緊咩牌子嘅車，或者喺社交平台上 post 咗幾多張打卡相，而係睇你面對生活嘅時候有幾多選擇權同埋抗風險嘅能力。一個戶口有幾十萬、幾百萬預備金，生活樸素、心態平靜嘅人，遠比一個表面上穿着全身名牌，但係戶口連幾萬蚊急用錢都拿唔出來嘅假中產，活得更有尊嚴、更有安全感。所以係時候要清醒落嚟啦，唔好再為了滿足別人嘅眼光而犧牲自己嘅財務自由，唔好再將辛苦賺嚟嘅錢花喺那些無法帶來真實價值嘅虛榮上面。學會簡化生活，學會建立健康嘅現金流，學會拒絕無謂嘅社交消費，你先可以真正擺脫表面風光、戶口清光嘅宿命，喺呢個充滿挑戰嘅城市裏面，活出真正屬於自己嘅底氣同埋自由。